来看有真侪旧的违建哦，有漏水的问题，嘛无法度合法来翻修。烦恼安全的问题，桃园市政府最近就通过一个新的办法，规定1996年8月15以前旧的违章建筑会当来申请修缮的许可哦，来进行必要的维修。半楼的厝顶破空，窗框破损，无法度遮风避雨。这栋位于桃园杨梅富宫的老厝，看起来无啥稳。过去老旧违建，因为法规真歹合法修建，民众多数感觉危险。当危险哦，要买一个。根本就要砸到你啦，会不会钻铁路？会啊，会很担心诶。如果是像下大雨啊，或是有地震啊、台风，其实都蛮担心它又会再有破损。根据统计，桃园市目前查埔列管违建数7.4万件，现存违建达到6.1万件。若要修缮，处处可能会涉及施工中违建。要不过，若无要修缮漏水破损，恐惊阁有安全的顾虑。桃园通过《旧违章建筑修缮处理办法》，明定1996年8月15以前的会当申请修缮许可。旧违章建筑修缮办法，并不是在鼓励违章的修缮。反而是保障有些人不得不居住在旧违章的建筑，他无法进行修缮，导致影响到他居住的安全。针对这摆修法，监管处表示是过渡性措施，新修办法稳准旧违章建物会当必要修缮，非主结构部分会当翻新，主结构顶变更，袂当超过原建物现况的一半。那先做新建、增建、改建还是修建，会依新违章建筑法律处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